我也贼拉想家，兄弟啊，想你啦。早上好，我们今天又和大家见面了。今天我们要陪大家去看一看我们的同学，或者去问一问他们一些问题。好，来走。好了没？走。好。好了。喂，你好。你好，请问你叫什么名字呢？我叫阿静，好的，那你来自哪里？我来自柏林门山省。太远了，是不是？是啊，远。好的，那你来在这里学习汉语是不是？是啊，我来学习汉语5个月了。好的，那你为什么要学习汉语呢？因为我喜欢学习汉语。好的，那你觉得学习汉语难不难？很难，学习汉语难，但是如果谁努力了，学习汉语就不太难了。好的，要努力一点就不太难了，是不是呀？是啊。好的，那你有男朋友了？没有？我有了。是啊。哎呀，好的，那祝你和你的男朋友在一起有缘。好的。你很可爱呀。是吗？对嘛？谢谢你。不用谢。好的，再见。再见。哎，你好，朋友。你好。我要请问你些问题好吗？好的。好的，那你叫什么名字呢？我叫杨烨。好的，杨烨，你来自哪里？我来自川矿省昆乡农葵村。远还是不远？很远。那你为什么来在这里学习呢？因为我想知道汉语，然后我想当一个好老师，要教。哇，好的，你很厉害呀。那你觉得学习汉语难不难？我觉得汉语很难，但是如果我努力学习，它就不太难。好的，那你觉得来在这里学习怎么样呢？来学习这里，我觉得很好。好的，那你有女朋友了没有？现在我还没有女朋友。那你现在还是大学，你想有一个好女朋友吗？我想有一个好女朋友。好的，那没关系，你很帅啊！有一天你就找到了。真的吗？不要骗我。不骗了，因为我相信你很帅，你可以找到。好的，谢谢你。好的，不用谢。那好的，再见你啊。好，再见。你好啊。你好，我请问你一些问题好吗？可以啊。好的，那你叫什么名字呢？我叫杨松。好的，我太累脏了，我请坐好吗？你可以。好的。我请问一下，你来自哪里？我来自川矿省蒙拜下吉本寨村。好的，那你为什么来在这里呢？因为我对感兴趣汉语，还有我喜欢学习的汉语。好的，你喜欢学习汉语，那你在这里学习汉语，你的梦想学习汉语是什么？我的梦想现在我还不知道啊。好的，那我请问一下，不好意思，你有女朋友了没有？我有女朋友了。几个人呢？几个女朋友呢？女朋友只有一个，没有多。真的吗？真的。我怎么相信你呢？我也不知道，但是我信心我自己，我有一个女朋友。好的，那个谢谢你的时间。再见你呀。再见了。喂，你好，同学们。你好。你好。好的，我请问你好吗？好。那你叫什么名字呢？我叫阿古。你呢？我叫廷特。好的，你来自哪里？我来自卡斯。卡斯在哪？在卡斯
嘎西是不是呀？对，好的。那个很远是不是呀？很远，好的，那你为什么来在这里？因为我喜欢学习汉语。好的，那你呢？你来自哪里？我来自新加坡呀。这个是新加坡里是不是呀？是啊。好的，你来在这里学习汉语是不是？是。好的，那你为什么要学习汉语呢？因为我有希望去学习，在中国。你有一个希望想去中国留学是不是呀？是。好的，那你呢？你为什么要学习汉语？因为我喜欢学习汉语，我希望去学习在的中国。是一样的，是不是？对。你们是好朋友吗？是不是？是的，他们是我的朋友。好的，你们2个来在这里学习了几个月？大概5个月了吧。5个月了。对。是不是？是。好的，那你们2个有女朋友了没有？我还单身。真的吗？对。那你呢？我有了。有了，是不是呀？是啊，有了。有了几个人？一个。好的，很帅呀。对啊，谢谢你啊。好的，谢谢你们2个。谢谢。喂，同学们，你好。你好。我请问一下，我请问你好吗？好的。不好意思，你叫什么名字？我叫李梅。你呢？我叫塞颂。我跟你们坐这里好吗？好的。好的，你来自哪里？我来自塞颂本省。我来自州矿省。不是一样的省是不是？是的。好的，那你们2个来在这里学习了几个月呢？学了5个月。我也5个月。好的，那你来在这里学习汉语，你觉得学习汉语怎么样？汉语很难。好的，你呢？我觉得不太难。不太难。那你觉得汉语难哪个呢？汉字学很难。汉字学得很难是不是呀？对。没关系，那个要努力一点，就不太难了。好的，我请问不好意思，你有女朋友了没有？还没有。还没有，真的吗？真的。那你想有一个吗？想。好的，那就走嘛。努力走嘛，有一天就找到了。是不是？是了。那你有女朋友了还没有？我有，但是分手了。有，但是分手了。哎呦，那等分手之后你觉得怎么样？我觉得很难过。没关系，你可以找一个新女朋友都可以。好的。我希望你可以找到一个女朋友，但是现在好好学习。好的。好的。那个，你还有什么想说吗？没有了。你呢？我也没有。没有了。好的，那个，谢谢你们2个。你好。你好。好的，我请问你们一下好吗？好。好的，那你叫什么名字？我叫杨璐。好的，那你来在这里学习了几个月？5个月。5个月，那你觉得汉语难哪个呢？HKCG 很难啊。HKCG 太难了，是不是呀？是啊。好的，那个要努力一点，那就不太难了，是不是？是啊。好的，那你为什么要学习汉语呢？因为我想去学习在中国。你的梦想是什么呢？好的，那你想去中国留学是不是？是吗？是啊。好的，我希望你能去。但是今年我们还不能去，是不是？是啊，不能去。好的，那个不好意思，你有女朋友了没有？
有了，你有女朋友几个人呢？你能告诉我们那是谁？有一个人呢，他在哪啊？他在好的，那个我先去跟他说一说。好的，那个再见。现在我先去跟你的女朋友说一说了。好的，再好的，见。再见。抖音。